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12月22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为着要落实总统蔡英文前瞻基础建设甲长照2.0的政见，行政院长赖清德开始全台走透透，下午领带行政院的团队来到台南，除了宣誓推动的决心甲行动力，同时嘛，伊着转来后头厝的精神，希望市府团队一定要提出上介好的计划来争取中央支持。行政院长赖清德率领所有部会首长下晡回到伊过去打拼的台南，要甲过去的市府团队佮做伙来拼前瞻基础建设以及长期照顾2.0的重大计划。虽然责任重大，毋过会当看出伊回到后头厝的心情袂歹。会中代理市长李梦燕对伊交代伊延续市政的成果，嘛院长放心，因为市府团队就是行政院上届支持的铁粉。院长在9月份高升到行政院之后，那我想台南市我们的市府团队就是院长的铁粉，所以院里面施行的各项的政策，我们都非常的支持。前瞻计划，台南市因为财政的状况，财政的部分，所以很需要中央在各方面基础设施，在一些重大建设的一个协助跟补助。那我想。补助台南市，核定台南市，大家可以放心因为我们不只是会照中央核定的内容去来执行，我们有时候还会加码来增加，为了让工作能够顺利，加码的投资，加码的这个努力。对此，赖院长表示，前瞻基础建设甲长期照顾的政策，上界关键就是执行，所以勉励市府团队全力以赴提出计划。嘛，相信袂互行政院闹亏。前瞻基础建设，它除了可以解决下一个世代台湾基础建设的需求，那基本上它也是一个扩大财政支出，可以带动经济的发展。那另外一个是台湾的人口的老化越来越严重我们今年2017年65岁以上长辈的人口数已经跟14岁以下的人口数是一样的。今年交叉，另外一个是今年底最晚大概明年初，我们65岁以上长辈人数就占全人口数14%的代表，台湾已经是一个高龄的社会。在这种状况之下，蔡英文总统在竞选之初便提出长照2.0的重大政策，规划的都非常完整，但不管是前瞻基础建设。又或者是长照2.0，关键都在执行。所以这一次我也非常感谢我们行政院的团队每个礼拜都陪着我一个县市跑，就是希望能够提升各县市的执行力。会中国家发展委员会主委陈美玲，嘛伊过去担任市府秘书长，对台南的认识，亲自向所有部会首长来简报，希望对了解台南的需求，进一步协助台南建设。电新闻军及张伟忠采访报道。一名李先生今年8月份行伫路顶，不幸去予客运弄着来过身。后来弄着人的客运司机，伫咧事发几个月以后，嘛伫咧厝内面自杀身亡。经过媒体报道，将该案指向司机，因为无法度负担对方家属所提出来的大笔赔偿金，才会来自杀。对此，向弄着的李先生家属感觉非常委屈，伫咧医院调困员的陪同之下，向大众来澄清。今年8月底，溪南客运单线司机伫东区无细里弄着一名家己路的李先生，送病了后，却医院不治。22月7号透早，肇事的司机伫厝内却自杀身亡。伊太太质疑是因为无法度负担大笔的补偿金，来受袂开。后来透过媒体报道，竟然互受害的家属颠倒成为加害人，互因完全无法度接受。因此，医院调困员想要陪同家属召开记者会，向大众表达因的委屈。
商家这边提出诉讼伊哪像无要交咱用地调改会来处理。司机感觉无奈啦这是我的感觉。伊在造成伊感觉无奈，伊的业主、伊的雇主无要帮伊处理，是毋是压力造成非常的大？来致使来自杀，来烧炭自杀啦刷落来就接到讲咱李家的家属要求偿巨额赏金啦1亿。这个过程我是讲帮这个家属来直接开这个记者会，要来还原真相。确实有这个代志无？也是咱兴南客运，兴南客运无负责的态度，搁来造谣。李先生的家属澄清，自头到尾只开过一摆的协调会，伫过程当中也无讲到赔偿的数字。因认为伫过程当中，兴南客运完全无诚意要理赔。发生这种事情对我来讲是一种真大的伤害。对头到尾，阮拢无做啥物赔偿，真正是在这个过程内底，一点仔诚意都无。伫个头一届调解委员会，我嘛拢无讲啥物，阮查某囝嘛拢无讲啥物，阮根本都拢无讲啥物。伊一直叫阮开介绍，结果阮人的命敢是用钱换的来？我也不讲，我嘛无讲。当时你在医院就告诉我说，你会完全负责任，完全负责任。我还劝他说没关系，先把我先生救起来就好。现在怎么会又变成是我去加害他呢？这是什么道理，什么天理啊？交通局公共运输处表示，将愿意作为三方的交通桥梁，尽全力来协调处理。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台南的 T-Bike 经过3关卡的共同开发以后，即马佮加装定位甲通讯的功能，成为全台湾第一套智慧化的公共自行车系统。交通局表示，明年初就有500台正式上路。经过一段研发，交通局要将咱公共自行车变更较聪明，因为新一代 T-Bike 已经加装定位甲通讯的功能，民众只要利用手机所下载 T-Bike App。当中就显示空气的品质、紫外线等天气状况，会告示所开里程甲消磨掉的卡路里等个人资料相当大心。甚至车闹事故，久久无获证，冇紧急的系统会当通报。这一套系统其实是透过我们的手机的一个定位跟通讯功能让它能够骑这个公共自行车也能够了解到我们的一些那个骑乘资讯包括如果超速的话会有预警另外的话会加了一个就是跌倒的时候能够显示的一个功能那我们希望说这一套系统的话能够提供更智慧的一个公共自行车的一个服务那目前全市的一个 T-Bike 有1500多辆，那我们这一次第一期已经争取到建筑研究所的话补助的话，有建制了500辆的一个智慧 T-Bike。那我们是希望说继续来争取让我们全市的目前1500辆的一个T-Bike 的话都智慧化，那朝全市的一个 T-Bike 都 smart 的一个 T-Bike 的一个目标来前进。该套聪明系统特别合作 Smart T-Bike， 目前透过内政部建筑研究所的补助，专收购500台，将伫明年初上路。交通局嘛希望持续争取补助，将其他1000台拢智慧化，甚至扩大应用的范围甲方便性。等新闻军及张伟忠采访报道。今年台港大庙兴好10周年。佮拄大好是海尾雕风宫6档一颗的造就，所以庙方以文化造就的方式，融入一连串的艺术文化活动。其中，伫咧12月27号，造就起果正情，号召社区所制作的100碗平安碗上午嘛正式出炉，
要甲大家共同祈求平安舒服。伫海尾中桥庙埕所呈现手作碗，拢是由大港分校师生、志工甲大庙委员共同创作成果，主要为大庙文化建设留下记录，嘛留下一地，互家己保平安。而碗所用的就是大港的土，南上大德公的香灰，主要展现土地健甲，嘛充满大德公的祝福满满。今仔日吼，俺伫倒面看到吼，这平安碗吼，平安碗啊，较特色啦，这较特色。应该这碗摕转去，应该是袂摕去底饭吧？吼，应该是袂吧？因为伊这是南安保生的香菇伫内底做的，吼啊，所以讲转去有可能啊，简单讲来讲好，啊要摕转去的时候，就是爱过炉，啊过炉了转去创啥？吼，放个安尼，吼安客厅啦，吼，啊是有我。较险的所在啦，当作是伫厝内，伫咧保平安，伫咧顶替。虽然注意讲伊毋甘用，毋过其实老师表示，因家己亲手所做的平安碗，用起来感情就是无共款，而且高温无毒，真正会当放心。会中一直积极参与代表行业的区长甘兴基嘛表示，对着宗教用力文化做一个内涵，甲平安碗艺术的表现，就是搭建民众的生活。宗教啊，融入这个文化，融入咱平常时的生活，啊，互人大家感觉讲啊，真正他拄仔讲的，足有感情啦吼。啊，所以无简单啊，会当做一块碗，啊，借由生命的加持，哦，伊会当讲哦，若摕到这块碗吼，就想到咱工作，安尼吼，事事行行吼，一定足有信心啦。啊，所以大庙会当想安尼吼。啊，会当讲，咱这个先贤代表，大家一定拢足欢喜，啊，就嘛真甘心来参与这个活动。文化建教，师母相爱。电视新闻军职张伟忠采访报道。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啊，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也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早年若无高超的煮食功夫，是无多进入好野人的厝内做总铺师。为着要彰显一寡古早味的手工菜，台南精英酒店2018年特别推出做春宴，邀请各地旅客来到台南做一天的阿舍，品尝24款澎湃菜色。为着呈现过去府城好野人岛的阿舍菜色，台南一间5星级酒店特别邀请台菜美食专家黄婉玲担任厨艺指导。将伫2018较为初3推出台菜阿舍香宴。台南金酒店预计2018年整年的主轴，我们是要走饮食复兴。追求美好年代，我们记忆中的美好年代的好吃的东西，其实现在很多的美食都已经太很多化学或添加物，或者是太精致。那其实回到以前美好的年代，好吃的东西就是单纯食材的撞击。那么因缘际会，我们认识了黄婉玲老师啊，所以我们想要去发扬一下老台菜，因此呢，设计了大年初3的阿舍盛宴。在这次的盛宴的话，阿舍
就是我们以前号称的有钱人家。那在这个盛宴里面，我们设计了有16道菜，那16道菜里面有27款不同的菜色，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台菜的一个推广的话，可以带领大家重回我们美好年代的这个美好的体验跟记忆。本店业者推出行春宴，邀请各地游客来台南做一天的压车，今仔日半都有9项菜，拢是富社知名美食小吃，亲像烟埕小肉店的金丸、阿社烟埕、地瓜粿、八宝丸，另外还有过去的酒家菜、老板鸭、酱鸭脆丝、甲猪脚鱼翅等，相当澎湃。台菜在当年没有登上8大菜系，实在是被委屈了。今天呢，希望跟挑战大陆，因为台菜没有骨头，猪脚鱼翅你看得到外形完整，里面连骨头都抽掉，都美了。台菜要穷极奢华，因为它要的是2个口味、3个口味，材料之经典会吓坏人。我们带回来真正澎湃的台菜是，它利用食材味道，我们用的盐非常少，而且调味料很少。然后不要加味素，是因为台菜只要加了味素，就全部坏掉了。这是真正的特色。另外，我们善用香料，甚至我们的咸蛋4宝是宝美楼酒加了镇店宝。当年镇店宝终于又重出江湖。由台南精英酒店推出的金9年富社行春宴，预计伫10月初3就要实开85桌，目前抢订将近客满，业者预计初4再加开1场。但是我们山林根采访报道。2017年就要过去，伫这个感恩的季节，台南市立病院甲世界展望会合作，发起一份礼物、一个祝福，看到希望的捐助活动，希望透过爱心捐款甲礼物的收集，帮助台南2000多名的弱势家庭孩童，会当免烦恼经济状况，安心伫咧学校学习。台南市立病院伫咧温馨的圣诞节来到进前，甲世界展望会合作。伫咧1楼大厅布置的圣诞树边啊，发起礼物以及爱心善款募集的活动，因非常积极的，希望将爱甲关怀送到弱势家庭的孩童身上，补助因的教育费用，互因会当安心学习。病院也号召了病院内底同仁甲志工，大家做伙来做爱心，为弱势家庭的囡仔准备一份转变生命的礼物。好。那往年台南市立医院都会举办一些圣诞的庆祝活动，那今年我们特别不一样，是跟世界展望会来合作，那目的也是希望借由我们员工的一些绵薄之力，那不管是在款项跟物资方面，那对于一些弱势的或者是一些没有资源的一些小朋友。那能够让他们有一个快乐的圣诞节，那另外就是我们也是希望借此来抛砖引玉了，那希望能够让大家能够了解一下世界展望会这样子的一个运作哈，那希望能够借由长期的这种资助了，那来长期的帮助一些弱势的朋友小朋友特别是不管是在台湾或是世界各地。世界展望会也伫咧大厅设置大预备，邀请较侪民众响应，为台湾经济弱势囡仔增加自信光彩，同时用教育来创造因未来机会。咱新闻就采访报道。一年一度的圣诞节来到，卫生福利部台南病院为着要迎接温馨的这天，特别伫咧上午举办了感恩有礼、圣诞欢喜的活动。希望伫咧病院内底，嘛会当营造出幸福的气氛，嘛为病友带来祝福甲健康。已经是8年病院的卫生福利部台南病院，上午病院内底充满了热情的新气象。伫咧义方的布置之下，将1楼的大厅营造出幸福又搁温暖的圣诞节气氛。同时，搁准备了侪表演团体，希望将快乐分享给每一位病友。在圣诞节的今天呢，除了大家来这里恢复健康平安以外呢，也希望呢，我们在台南呢，都每个人呢心想事成，事事成功。那院长很感谢今天承办的志工团队，还有我们的社工团队，还有我们同仁都一起来参加。利用这个机会呢，希望大家呢健康平安，
那我很希望呢，在新年过了以后，在明年的圣诞节呢，会把圣诞树搬到外面去，我们在外面一起来庆祝，好不好？现场也有真侪志工大哥甲病院内底的员工打扮成为圣诞老公公的模样，佮加上自发性来参与演出的台南大学人声乐团，感恩有你圣诞欢喜活动，也成功将关怀佮爱传送给大家。咱的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真侪罹癌患者伫咧手术过后，拢会产生淋巴水肿的问题。对此，基美医学中心今年特别引进了手术荧光即时影像的引导系统，要来协助进行淋巴移植手术。不但提高了手术的正确度，嘛降低后续发生并发症的机会。这位62岁女性病患，在淋癌治疗完成了后，造成正手淋巴水肿。在基美医学中心整形外科医师建议之下，进行淋巴移植加淋巴吻合的手术，最近的情形才渐渐改善。陈建家医师在帮我建议说，要做接淋巴管这种手术，会使我的手消肿会更好。我也接受了他这种手术。当这手术做完，我再做复健，经过了没几个月，真的把手全部都消下来了。现在的手跟直接的这边的左手已经差不多大同小异，都类似这样子的。这样子也减轻了我蜂窝性组织炎的发炎这种状况。医师伫咧替伊进行手术的同时，佮配合着荧光即时影像导引系统来看清楚血管甲淋巴的情形，甚至会当看到 0.35mm 这么细的淋巴，帮助医师佮较精准掌握手术的状况。这台是奇美新引进的淋巴血管造影系统。那它可以在手术前、手术中或手术后做一个及时的淋巴血管的一个显影系统。那在手术前呢，它可以帮助一些淋巴阻塞的病人去做诊断，术前诊断，确定说它阻塞的位置跟状况。那在手术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去做定位，然后可以知道说淋巴的地方，我们要做吻合的地方是在哪里。那也可以在手术过程当中知道说我们的淋巴静脉的吻合手术是有没有成功，静脉回流有没有很顺。淋巴的回流有没有很顺畅的回流到静脉里面？那在手术之后呢，也可以做追踪的动作。这项设备除了用在淋巴水肿的病人以外，也当运用在淋巴中间大肠、直肠等开放性的手术，来协助外科医师评估手术部位，正确掌握切除范围。不但提高手术正确度，也当降低后续产生并发症的机会。但是文章山林根采访报道。在新闻的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天气好天，有时侪云，温度16度至24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上大阵风9级。感谢你收看12月22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